有报伊有报税，假使人叫我讲这几样，一项淡薄。特别若是讲一句，若是伊无接受，不要紧，这边听，这边可以出好诶，咱摕来收。了，你垃圾未接受，你唔使，你放下甲，唔使起哄，唔使生气我照这个讲，头家我要讲落听，我细汉的时，我本是对见这个咱的这个咱叫唐人的佛教，唐人的佛教是你知是讲人叫马哈亚那，叫做北传，我头是对。那时候我是就是 BBA 的 member 老 member， 他那以后我做 life member， 我不要做 life member， 永遠了誒，唔使出類了誒，所以我本是一個老 member 大漢兵，特別未來我轉去一個北嘅南轉 ，actually 無大無細。若是讲你人安尼想无大无细，你人较清气；若是讲你讲我人较大，伊一个较细。若是一个人渐渐讲我好热，我较关顶，你人较家顶，这边有我见，有伫这边，所以这个就是讲较无清气。所以我爱头洗你人的头脑。唔通讲我大愈晒，咱是白来拜佛的人。咱的目的是做虾米？咱目的是要训练甲参拜，咱要刮这个贪嗔痴，要刮了这贪嗔痴做虾米事？因为无贪无嗔无痴，一个人离开世间，伊无来出世了。伊是叫做得到涅槃了，因为虾米事你就要渐渐要行得到涅槃，因为结尾将来出世的这个31年天顶是将来大考。这个我唔想讲，就是有人若是听我的经这书地法，我有讲，到来出世是来考，出世无类的考，有类的考。出世真正水本是考，出世无水本是考，出世做虾米本是考，出世做禽兽是考，出世做人也是考，出世做红光本是考。这个人来要知，因为红光的考，你听我31年的天顶人本在加减，特别有的人呢，所以今日我的头一项我要讲是这个。南转的佛理，你知咱的佛世尊，伊来出世的是623 BC，BC 咱来讲做 Before Christ， 耶穌还未出世，所以伊安尼点声伊来出世，特别你要看。伊来出世了的时，到29岁出家，35岁伊得到觉悟，后得觉悟了，伊来传经。特别佛教的点声，印度是互这个 Brahmin control 咱的叫做 religion，and Brahmin 渐渐讲，我人关顶，我人。大致这个我人出来的台湾前王的吹出来，要做王的还是做生理的？做王的本讲较假淡薄，要做生理的，你人生理人，你人出世的台湾前王的多仔出来的，要较做这10工错落的，像讲日肚头人，都是出的台湾前王的卡尾出来。And then 你看这 Brahmin control 个了 ，and 这个 Brahmin 啊，伊渐control 我人是真清气的人，有你人若是讲啊，
我人家咯，路人对，แล้ว路人正就去天顶 Brahma， 我人是代表，我是想甲讲，老爷听路人讲要去甲你法官讲，路人家己做法官袂讲，伊是 intermediate 安尼，所以伊人 Brahmin 是讲伊人是 intermediate between God 甲正人。所以伊人真正关键，但是伊人拢总甲了食菜人，伊人食菜人啊是 from generations 落来，出世了无好食醋，但是伊人佛教会点些印度食菜，甲食醋较偏，食菜真正贵，安尼虾米事啊？伊人食物件，即豆，即虾米食材料，真正贵佛教的事，所以无类人无机会通食菜，伊人讲就是安尼，无机会通食菜，伊人 Brahmin 食个了是 protein 豆，真正济豆牛奶butter，即拢总伊人食，你这边安尼啊是安尼未来啊，伊人在福建集团的时，福建集团了的时，在 Brahmin 看布达安尼了，伊人 Brahmin 渐，在布达有讲一条经，路人是 Brahmin 是 Brahmin， 你袂使讲路关顶，还是伊人亚肚头的人是。较下贱 ，not by birth， 把这个苦经在来讲，唔是讲因为你生了你爸母是 Brahmin， 了你本是 Brahmin， 你关顶家顶唔是对你出世的大陆会报道出来，是对你的行动，心口伊的行动，是真正关顶你做的物件未伤着人。了，你真正有自卑有小人，即无论一巧还是好业，你真正小，真正自卑。了，你想讲你无乱做，这个就是讲你是关顶的人。所以若是一个人伊亚肚头，但是伊无去啥做，伊无去杀生，无去偷窃，无去闹人骗话。不达讲，这个款的人是关顶的人。你路人若是做 Brahmin， 路人做 Brahmin， 但是路渐去做生意，做虾米，了路渐去想，安怎要贪钱，安怎要骗人，安怎要闹人。啊，有的 Brahmin 本偷窃本有，本有抢人的物件。这个甲了 by your actions， 都是真正假的人，伊人无输家。伊人无事干了，伊人就安怎做，渐做乱虾米啊？伊人渐讲，我人食菜，我人较关顶。你这边你看，有一日，咱看啊，唔是讲咱的一个佛，看啊较早一个佛，你虾米事啊？这个 Brahmin 去做乱，布达讲啊，这个布达，伊讲伊是布达，但是你看虾米死骨头伊本食，伊是真正垃圾的人。布达念这条经就是叫阿玛干达苏达，阿玛干达 AMAGANDA， 阿玛干达苏达。这条经啊，会使讲第一句的经，同这个佛经第一句，虾米事？这条阿玛干达的经，唔是实在原因对咱的这个萨迦曼的佛讲，较早这个佛是叫做迦萨巴布达，迦萨巴布达，伊是正是 Brahmin 的人，伊阿爸阿妈是 Brahmin。然伊未来生伊了，伊去出家做和尚，噗，伊谈觉悟，在谈着觉悟了啊，伊去偷食，但是去偷食，也会捌去偷食。你知伊有迄自卑心，伊要去度这巧惊人，
做起者做古里人的厝，伫徛伫土只，要去盗伊人。你知古里人嘞，拢总食虾米本一只，基本只有通时无在做睇四骹抓本只，虾米本只，所以伊人好福。这 Brahmin 看到了 Brahmin 骂咱的加萨巴布达讲，你是一个 Brahmin 的派，今日你来食这个肉，你是真正垃圾。然这个加萨巴夫就念这条经，这条经本是真正长，特别我讲落听弟弟，这条经加萨巴夫因人讲啊，不是因为你食。虾米你人清气啊垃圾，因为你口入甲行动，你是决定甲决定，所以他那伊只讲，你这行动，你自己敢爱抬、爱拍、爱想，你是真正垃圾的人。你渐渐爱头体、爱老、爱拍枪，这个你本是真正垃圾的人。了，你自己甲乱来去对这个，不是你家庭的，你别人的某囝，你是真正下贱的人，真正假的人。And then 你自己甲你骂人、讲臭人，还是讲人的闲话，还是讲自己甲你正嘴无掂，渐渐去讲来讲去，学来学去，了你讲话逐个无实。这个你是真正假人，不是因为你食，你是决定假定。这条经说，咱这个萨迦曼的布达一本叫安尼，去在达的福的点上，这个食菜甲无食菜，达归分开。你知无了未来，咱的这萨迦曼的福，在 Brahmin 渐渐讲伊。了，伊原在个念这条经，互人听，这叫做阿玛干达的经。Not by what you eat are you pure, by your actions， 你的行动，你是决定决定。尼又个无够，伊有一个无故呀，德瓦达达是正咱的这萨迦曼尼佛的查甫人的阿哥，无相嘛。这个德瓦达达伊节贤了，伊谈到这个阿鲁巴加纳伊入定八定伊入个了，就入个了有行动力。特别这个人啊，德瓦达达伊是几百million是结完跟咱的释迦牟尼佛。但是早起我就讲互人听，结完但地参，即是。你做我，后时我做你做我后时做你，做第一参就是结完。那这个结完未对，不大讲，你做我，了我要死的时，我后时要做你，然后时我做你了，你要死的时，如果后时我要报仇，所以安尼未了时，所以这个结完啦，你我大家几百情绪的点声系员讲。见我拄着这个人，见我要找援手甲伊，就今日你看伊来做佛的道地，伊本要做援手人，伊这个有行动力，头无行动力的是伊无，所以你看这个三马塔贤真正来咯，三马塔贤那是你这个9日深了，你谈加纳了，你恶无了，你恶是用字落去的呢，像你。望啊草，你也把肚子，了你草死去，了你想讲我无草了，特别你压了你把肚啊，结尾的时啊，你看这个草，这个无草的所在，那是讲有日拍好压，伊个补起来，伊无对，有人讲满场金进来，这就是三马塔贤，所以伊因为伊元首有伊节贤了。未来伊在节贤了的时，要元首起的时呢，伊想讲我要做佛了，然伊就把甲这个阿扎达苏多王当卡手啊，看那我教你的咯，你做了阿巴斯，
แล้วว่าอาปาซีแล้วรู้โจอ๋องรู้เต้าขาชื่อว่าบุยฮามิรู้เขาว่าไปโจอ๋องขุดซีแล้วว่าไปโจขุดอันที่จะเป็นลูกหวาอีไปช่วยสุก้าขุดได้สิเท่าที่หางไอ้กองขุดเสียจนเกี่ยวเรื่องไปสั่งเดซายจัดโชว์ขุดโบอินเดี๋ยวจีเต้าอีกโทษแกบุยกู้อีกโทษขุดโบอินเดซาเต้าอีโทษโบอินแดนลูกหวาเดวดาตาอันจ่ายเอาอีกก้องเขาหลังเทียลูกความว่าหลอกัดเชงคีโบอันนี้ว่าจะชายว่าบูเต้าขาชื่อหลังไทยเกลูกหลังจะชายลูกเต้าขาชื่อหลังไทยเกส่วนอาจารย์ลูกจะโชว์ลูกเต้าขาชื่อหลังไทยเกไทยอาเมส่วนที่จะเป็นอีปุ่นภายหวยเซียวอันนี้ปุ่นภายหวยเซียวจะเรียก叫做giism未来一條路冇人地嘅，而我把一家庭對伊講，你人這裡食菜，你人這裡食菜嘅回上，你人垃圾，伊唔係摻血，而這裡我把嘅家日本大啲地嘅，佢唔是 ordinary 嘅地嘅，即一家地嘅冇人地嘅，係咪屬於叫冇人地嘅？而你24點整啲刑法冇同吃穿。所以這邊我咪講我聽，安尼這一行啦。他那我哋講我聽，這個叫做南轉的福建。所以這不到有啲嘅時啊，伊人不明啲特別指好福建咯，指別咯。安尼不到有啲，伊就不明發他們咪講不到講，這個唔通去對，這個去對。所以你看真正接到伊人要入別咯，按佛教嘅點聲，不太有啲，一個無佛教無印度教，伊叫 Brahmin 嘅教 ，Brahmin 嘅教無活動。其實真正接 Brahmin 背來走來入佛教，係當中成4個羅漢、3個羅漢、2個羅漢、1個羅漢，真正接，所以伊人無興。特別一個布達離開立團了，入立團了後，Brahmin 活動起來了，自己指在咧。而伊人 Brahmin 像個咱哋這邊嘅人，伊人較合作，所以伊人規律有嚴經有下面，有meeting有下面，咱將自己指去教育，甲三拜背來過了。像600年、300年，佛教真係垃圾。咁佛教真係垃圾了，佛教嘅點聲，但係一個所在呢，叫做北那20千嘅回響。而但係這個20千嘅回響，馬路幾百個是真回響，19千幾當中是這裡麥干呀巴西。去偷食了，人好教識，叫人講地一個地好咧，地一個好咧，所以未來是安尼樣，這個好嘅回響，伊人無念經，這個叫做八丁木架，念這個大戒，這個大戒逐個切15我人有念，所以這個7年無回響念這個八丁木架嘅經。了這個王，佛教是阿蘇卡王，即阿蘇卡王阿伊完啦，阿蘇卡王啊，伊都堪聽看，伊這個人啊真係惡嘅王，特別伊未來變好，你來讀我一本冊我有寫嘅就 Moral Causation 頭一個故事，我講這個12歲嘅回響，伊去偷食了，往到樓頂看伊行真莊嚴，了叫伊來，然後伊聽一條詩呢，噗，這個王變好，就變好了啊！伊未來同會使講佛教啊，伊第一個伊開咗300 million，就對佛教啦。而這個阿蘇加王啊，未來叫這回響，講安怎路人無念這個八丁木卡嘅經。大嘅回響買念 ，because 當中嘅回響，垃圾嘅回響，要念這八丁木卡，
真正我人是啊对象，你看我人要入一个西马的位啊，西马是一个所在有大石呢，像好似一个这边不拉贝的暗有大石呢，大石呢了我人白日要念西马，我人会使去那边念这个巴蒂摩卡的经啊，达人就要前去，因为是破着界，伊就要参会头先，参会了再入参。做着大街，像有去帮冲地查某去安尼干部安尼去拦查某，本袂使了，袂使入了。所以界就要正前去，都7年无人咧。人家王讲，虾米事无坏，了只会上唔敢讲，讲会笑垃圾，干了垃圾，唔敢讲，你讲了伤着人。人未来王是叫伊 general 伊武官，叫非常念这个巴蒂摩卡，马仔是月面叫人念，那是无念，好我知，这个伊 general 错，伊按照了去讲会小声，路人就要念这个巴蒂摩卡。那是无念无巴蒂摩卡，我讲用马仔一看，拢种无念。人伊是 general 来摕到睇几哪只几哪的回声，伊病，and 伊睇一个几百个睇死有一日伊睇甲这个，过一个伊看到是阿苏加王的囝。唔是囝，这里是迪莎是唔知囝，我想囝是无唔是囝，阿苏加王的小弟上买，其实阿苏加王伊恶的时，伊起做王的时，伊睇死阿弟，系了，阿弟阿哥伊睇死了，伊做王，特别伊上买伊无睇，一只迪莎是伊上买伊无睇，无睇了，这个人做会上。在做的时候，这里人都被睇看到，哎呀，阿苏加王的小弟，人出唔敢睇，即一就安尼 stop 了，伊自己讲我王听讲我睇死安尼字，然后王激心，我都无叫你睇，我是叫你讲叫人叫念经，按照你去睇的人，安尼一惊，伊就打罪，了伊去找一个蒙嘎利布塔迪萨德罗。120岁，一买咁大啲一个手掌卡，一买去借钱，伊死过路行了。人叫伊来了，伊就起一个暗了叫一个老和尚问看伊有做无，然后伊就讲跳在讲 actually 伊是无做，是这个人老大了。所以这边你看，未来啊，这个蒙嘎利布塔迪萨德了，到底迄个巴那那边啊，王叫伊讲，我做主，你看他都无好的回想，互我知，所以大那边，伊到底阿妹位，一吨的回想来，要叫讲 interview 是啥讲，爱问话。按这老和尚问，你人几个人？我人300个，举做头，了你回上头来。这300回头，佛家咩？所以这里莫干的别人讲，做好，按这样叫做好，好是好啦。所以在，这里伊是个罗汉，加减一在清气无清气，特别伊就要为安尼样，了就把你加上讲有 take action。所以这里就偷家些就赶出 ，and then 一来啊，把路安尼啊，19,000个就改回上，给选出来，赶的人去，袂使大这个巴那他那因这一个实地真啊大，袂使大这边，安尼阿苏卡王本大那边，赶个了走。and 这个19,000个走去伫那兰达那边 ，and then 伊人那边合起来，我人
大，伊人晒，伊人话你无够1000年，我人19千年。所以这个我是讲互人听，你人会接受袂接受。但是伊人无讲大圣，伊讲我人是密教士、马上噶，人是希那上噶。所以这个是安尼样，安尼个不要紧，有未来啊！这个就是讲伊人啲乱做了，连 Brahmin 啲。And Brahmin 啲 Brahmin 好似印度即係有隻學生搞嘅學生，啊你在有嘅印度是真係巧嘅所在，你搞啊，你 University 哇，談 first class honors 啊，來，叫我人去考咯，然後你甲達寫 thesis 對啦，我按照講個表啊，論文吐絲下。攏種學生直寫，所以大乘嘅經啊，較濟過即個南傳嘅。按你讀嘅經啊，像個吉人啊話就歡來甲歡去。有當時你去看啲靈驗經啊，你讀啊，讀到尾你唔知講 actually， 伊個啊，因為阿難達。我甲你講，心無大啲疾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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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歡來歡去，按真正搞，按咱未來大到都無人知，所以這個我是講互你聽，但我本是唔是講嘅人，我查，所以這個我咪講上濟了。Brahmin 啲企在搞嘅學生，啲寫，按這裡嘅一出名，按你若是看一冊啊，10本嘅經是伊寫9本，按這裡是那個朱那，你同人話講下咩？按你知無啊？你看好，你若是你人若是無相信我有咧冊。你到時蝦米點聲你來，我拿這個冊我嚟看，這個解了攏總是本正伊人本寫，頭伊人講，那個就那講伊要家己發明一個教，了未來啊，伊去海陵王帶伊去啲海陵王嘅所在，and then 伊經攏總是大啲哪個會提出來？你講啥物事啊？我人這個南傳解了無這個。無一個了話，攏總直接出來，攏總死呢。了有會想講，萬那路達巴呢什麼？但伊只講，我人大啲，我人嘅先生落去啲這個海陵王嘅位也出來。and 這個經較遠過路人世間嘅經，and 咱來想看，你再無一條故事。我有大啲12年啦，我捌講，有一日有那大啲樹長卡，這大啲樹長卡嘅時，伊actually天台一個靈王來，and 你蝦米事啊？這個靈王故事大啲布達卡薩巴嘅點聲，伊是一個非常真正得動，and then 伊家己一人大啲巴，特別伊坐禪伊無進步。無進步了，一日啊，伊要去大陸，伊坐船，你再坐3班嘅慶和港，有時港邊啊，一長流落來，將啲船過，伊用手鹽咧長，鹽了鹽就一個曉，了啲船直直行，伊無放咧曉，按伊無放咧曉啊，一曉咚入去，我人會解，上個我人只好解，你看。你捌看我拿一個叉拄喺頭殼，我人袂使拄頭殼，一長曉我放袂使扳着曉就是破解了。所以這個會上以前得道嘅人啊，一轉一行，噗一做就曉頓，伊激心哎呀，我做着頓着就一個曉。and then 若是講伊吹着會上簽會，這個無去啦。and 你這個是小嘅界，特別伊
伊大只巴一人要找到落一个火烧找无，然后伊买来伊破病死，特别最后要死的点啥，伊去想着一个烧，我去想着一个烧，我无人通忏悔，噗，伊出事做海陵王，伊海陵王伊会变，所以大只幸福港的是伊有一个查某，伊查某本是灵来，特别伊互查某变做一个仙女，咱大只咧幸福港动物，徛伫伊阿爸的头壳，伊阿爸是啥一个蛇咧开，咱伊徛伫迄边唱曲、跳舞、唱曲，这里的曲是一条诗，媒人。什么款的人是做王？什么款是王是王的王？这个个了人袂晓猜，unless是一个人成佛了才会晓猜。伊阿爸就是故时做和尚过了，伊才知讲，安尼款的问题，无一个人世间也是翁公会答应伊。若是就会答应伊，就是伊知讲世间有出佛了。所以逐个月几个点声，这个仙女就出来到啲幸福港唱曲，你知啊水，安尼水啊，人死山药啦，当中药来药去药无着，你讲你无性格哦，你谈唔谈？咱武大看着，武大照子去伫咧变了，伊去伫树丛骹，到伫咧幸福港那边坐禅。之前了，这个少年家是 Brahmin 来，部落本的人，搞的是那少年，那不大贵，一贵不大，那不大叫伊名呢，特别接警察有，你要去到咯 ，I want to go and try my luck，try my luck， 我要去搏财去看，看到仙女嘅，然不大讲，你以后猜嘅。别啦，特别我要 try， 就不大讲我假如丢的爱我爱，就不大介，伊若是出安尼猜，你就要安怎答应？那假伊好死了啊，就这神路起来了，国潮了，那这边咱们这个佛家也答应，一条钓、两条钓、三条钓、四条钓。伊会巴大啲会对未食未困了，世间有福了，伊会买人讲啥够欢喜啊，买药啊，伊会买本大药，伊是灵来买大药，人家是郎中徛伫江边啊，可以扫到个了郎中，特别伊是翁公来，所以好起个了，然后一按啊一出来，伊变做人了，变做人讲 ，Master。伊讲 friend， where is the master？ 朋友，大陆回来，出去，讲嗱，有啲长卡，所以看起来个咯，古代咁声，古日话唔叫就袂使啦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我就是讲淡薄这个物件，清气甲垃圾，好。你这个佛教的点声，直垃圾，大个了拢总无，了特别这个啊，Brahmin 直出，会大个了无相，咱这个拢总这个经啊，直来垃圾，所以这个啊，未来大啲北平，正的经无个了。你还没说啊？一 Brahmin 真要兵不要紧，国有累。And then 一 Brahmin 你有累有来往甲王，了王就是热在呀。得到的会上，像你看这16个人讲，本来好的会上无路头去，真正是山走来南边。伊这边阿苏加王的囝，阿苏讲王开真正济累，全印度伊直
故事暗多了，一直做，而伊係一紀念機，你知一紀念機啊，算錢機，一機60下機嘅管，而你人去看伊紀念機是真正水嘅卡，伊功夫是真正水，他那是人真做，他那故事嗰啲是人做，而算錢機，所以一開真正濟，而伊直接一每一個老和尚。講班地，我看我開就是300 million 對佛咯。我會使講，我是佛嘅親家嘅。人後來回想講咩？哎呀，我開個安尼，結果都唔是佛嘅親家，我要做佛嘅親家，安怎做？講你若是要做佛嘅親家，你後來驚做回想，所以你看他啦。到時卡幾耐，咁去咁樣落毛，大部攤福氣唔通炸，就人攤下你看，斯里蘭卡較無一個上帝，還是什麼，當家7禮拜，攏種學生落毛做會上。安尼大部愛講的，囝做會曉了，大部講我是佛的親家，我囝做佛的囝，睇下我是親家，有講的這個物件，所以人都看人。所以未來這個阿蘇卡王和伊囝叫做馬欣達做會曉，你睇下你看邊兩個暗叫做馬欣達暗。伊做嘅上無就久呢，伊成4個羅漢，成佛教嘅時間了是200-300年，耶穌未出世，BC 個，人大啲肯定啊，即成道了，成談咗阿拉罕了，4個羅漢了，伊直接伊大啲3子嘅位，甲5-6人5個背去石浪去傳經。而香檳在去傳經香檳啊，無理上自己興，而正了隆重大啲斯里蘭卡，而你隆重香檳去香檳羅漢，而離歌都有王鳥要做離歌，特別離歌啊，就要有一個查某嘅美國人，查某嘅啥講離歌接受斯里蘭卡嘅人，把你接應，所以。這個馬欣達，後再講叫伊個小妹，伊個小妹原來做桑加米達，叫伊桑加米達，摕這個菩提樹嘅愛，也來斯里蘭卡，了伊是離過來，就安尼查某離過真正濟大啲斯里蘭卡，用這張長菩提樹嘅長，骨下那骨有啲，人你去看啲大啲安努拉達布拉我有去。伊人將有意起來無可能，而你看伊個換錢6000幾年了，所以你看甲了係一支嘅金力真正濟，而香檳本身啊，我聽講一個人啊去做亂，而你人無相信這個佛教，所以這個去了啊，甲斯里蘭卡成羅漢4個羅漢嘅真正濟。我講落聽，我好似去斯里蘭卡嘅時，我去嘅時是去哥倫布了尾來，我發心嚟去識嚇故事馬欣達大嘅所在安怎做。然後我去到安努拉達布拉了，我要去這個看故事，這個馬欣達落來嘅所在，12幾條，我用行去，早去行。那大啲半路直接討食，而你到咧所在，我看到一粒馬肚，即邊去到我想個樓梯安尼長，伊是叫做 granite 是咱嘅一個馬肚啊，而咱伊個看像即邊加香檳安尼看，而咱像個一隻豬呢，咱未講伊人做蝦米。
突然早起，人保持也一目鏡嘅門倒落去，幾個把你過來倒落去，門加了門，然後咧門滿滿突然，安尼非常水清嘅，所以大家非常咳來食。你看伊人故事無這plastic湯，無這個，伊人用這個石來殼來做這個啥？想一隻船啊，然後你甲它堆滿呀，然後看幾啊位，所以看無算大型，要未來啊，BC 80，等於國家80年耶穌要出世啊，等於睇下2000幾年了呀，睇下1983 plus 80就是2000幾年了，非常。寫這個經，是這個 Olives 就是這個葉等等。這裡我有去，我有野登來這個 leaves，安尼要互人看，但係人甲我殺補去，無去㗎了。這個㗎了是補來我野登來，所以這 Olives 啊，攏總有啲斯里蘭卡個，所以寫，按這個500個寫的，攏總是西哥羅漢。and then after 寫了啊，人就拿這個葉來對，and 成四個羅漢大波查波水清嘅，伊人成個無想個貪婪咱，咁樣有行動力，有嘅無成個四個羅漢，一個羅漢，二個羅漢，本有行動力了，所以你看故事嘅人真正誠心。所以這個咱要知啊，這個我人這個叫做南傳呢，我人攏總會經歷啲這個曉有嘢，2000幾年前咁樣寫落去，佛教嘅點聲攏總，佛嘅點聲，佛講嘅話攏總是巴利話，無別行話。但這個巴利話，伊人寫落去，咁樣都是用巴利寫。人要做會上，就要念這巴利經。這個經就是念，則傳一代過一代，一代過一代。若是講啊，唔是巴利嘅經，就是講較新款了嘅經。然後咱若是要找。像講你人要找假了，還是無假了，還是講 imitation 呢？較濟大人愛找老歲，2000幾年。就若是咱要知，若是對了，有看到利益，把你咧才知講對。像個查某人有就 recipe 就做粿，講啊米粉就偌濟，糖就偌濟，這個大要偌濟，咱你個去做，咁樣對正的 recipe 寫的，然後你發粿做起來真正水，咱你就知講這 recipe 是對的 recipe，所以他那就是安尼80。BC before 耶穌出世，這個攏總寫落去，這個 Olives，他那攏總人摕來對，今日來看，到底這個 Burma、斯里蘭卡，還是這個這個山地，到底八位有了這個成功了的人有，他們說，這個布達講。最那是對這個北京都正一個羅漢有，二個羅漢有，三個羅漢有，四個羅漢有。所以我教這邊就是好你知歷史這個，我人甲他那袂使假，我人他那講那是要假，最那是假，袂使破一解。所以我人唔敢假，唔敢假，我唔敢講經，只俾大家無知，我唔敢講。
但比他那个人，因为这边有讲越介少，越讲越行少，越行少，and then 伊下人讲，有人就是读着册讲，佛所说，那如来无相信，如落这个。但比这句话，咱要来贴这条的《伽拉玛苏塔》来贴。伽拉玛苏塔是佛讲的经，唔通相信我，安尼我是佛，假如讲安尼唔通，爱对这个界定位，你唔通相信，了你唔通相信讲，因为册有讲我讲，但比你对了，有利益了，你看到了。你再讲，像我大妈讲的recipe，贵做了，哇！这个法贵真正生真正好，人都摕来训练对了。所以这边咱就安尼讲，我看到咱来，我看到录把的历史啦。这样他们说我写399加414，我唔是好多一个 number， 你諗唔通？我回我睇我做阿咩嚟講經個韓 number 咧，我冇見咩拍先，我就最多嚟記399人講就衰人啦。啊，這個399係咩啊？咱中國內人真係出名，內人你來看，是這個。因為尼哥 A.D. 是耶穌出世了，你看佢哋是80年耶穌還未出世，這399 400幾年後，有一個人名就顯，唔是一叫發現啊，在啲北京，安怎要一行落來嘅印度？伊個行落來嗰啲南邊，伊個坐船過去斯里蘭卡，伊未來坐船去個蘇馬特拉，引起咱中國，是真正變世界啊！冇一個人安尼變個樣嘅，這個真正出名。伊有加減也淡薄佛經觀和中國，佛教嘅時，馬路400年400幾年嘅一個南傳嘅經，所以伊去大嘅時去扣着淡薄前期在斯里蘭卡北邊嘅無前期，所以佛經有淡薄好嘅。底下邊啊，咱袂使講中國嘅佛理，敢若唔對，對嘅本有。特別你再無轉去個中國，這個本身一個中央會上甲我講，這個中央會上是種種直直嘅。伊講啊，佛經在入去個中國嘅時啊，伊人看佛經啊，頭一項伊人無接受，大家人就要去討食。要廿八去討，伊講咱中國人啊，第一班當去討食，頭一項講早起你去徛人出來，我隨時啊，困起啊，看到去食來去討食，所以第二項講中人啊，有一個志氣，想甲去討食較見效，志氣就就essential咧。所以我中人話無蝦米說真嘅話，你若是做唔到，你人原諒我。所以未來一人假咩啊？哎呀，免去討食，無咱來一個減淡薄，輕淡薄。所以減講唔通去討食，咱會使來煮食，來煮食啫。所以咱只定着，這個一個中人會上講給我聽。這個中人會上去新加坡，我拄着伊伫大陸，我拄伊伫第一步，所以你看，但係我講我聽，伊教我真好，真老實。人有特別無安尼興，特別攏總會將咱中國人嘅佛理，攏總是對三種野起嘅。
线上也是线上的会就是600跟64，那都64岁还是65岁，伊嘛知了，较少人过我淡薄啊，所以你看，伊离开中国的日子，人历史也讲627还是629，无正少离开中国。因为我想中国人无写起这历史，但你到印度正633，嗰个是准的。因为伊去到印度有历史了633，伊去翻伫印度12年，伊去调伫那兰大 University， 今日都去看那兰大 University 有起一个暗纪念伊大迄边，伊3摆学甲真正搞这个叫做 Sanskrit， 叫做文化了，华文啊，我做头边啦，梵文啊，伊做 master， 人哋向人来你看，伊大迄边那兰大做成是 lecturer 安尼，就当人会去演说学个人啊，你看是向人来。人645伊都转去登山，皇帝指接伊，664伊去立团，咱的佛经正是对三藏夜观，佛教你看三藏夜观，我是作啦哈。一夜飞来落来，这斯里兰卡一落来个这边，个行对，真呀厉害！这边个了啊是沙坡，一行，你看，这里真正冒险。特别我要讲给人听。三藏啲去嘅时啊，样做三藏出境啊，伊无高铁天对都北过牛线啊，拢总无。你虾米事啊？即个人写嘅人啊，伊本是真正像人，伊写啊，伊伫行嘅时啊，高铁天啲对伊是虾米啊？伊monkey mind，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所以。伊行去，伊行时啊，伊这头壳吹本去对伊去行点呢，所以伊是讲个呢 ，monkey mind， 伊 mind 哦，伊精神跳来跳去，像个 monkey 对伊去。第二项都八怪，伊约会，看着有时看着对那查某有个是水啊，哈安尼，这约会，特别水，平常吹几个白白，阿咪伊看。了有当时做人，了伊下面伊写讲，互你钱钱，所以伊这个人啊，伊是写是叫做阿无话讲 figure of speech， 了人囡仔就你相信这物件，所以有当时啊，爱落当讲啊，大声也高地天来 ，actually no such thing as 高地天啊，咱山精是钱。圣地，骨粒要拍，圣地，所以贪钱痴的对伊定，因为伊要靠债讲三藏，也袂成有限个。所以这个我讲个听，就是做这灾难，这个历史看人行是真正灵。所以今日咱知啊，无大无小，头一项你知啊，不大讲啊。头一句伊先讲哦，伊讲的经是虾米经？人会记。伊讲，脱离这个内 extreme， 唔通对立这个物件，唔通受苦刑。因为顶是长路，你若是行这个长路，你会接尾来，你是贪着罗汉节。所以这个就是。虾米事叫做长路，就是叫做不正道。
俺都看不到要离开世间的尖声，最后尾到伊讲什么经，本是八正道。他中国嘅2-3點鐘，伊要離開世間了，伊要入入團了。俺這個蘇巴達來問，頭頭未看入，難道咪可以入？我還沒輸你點點，講我要問好一條問題，講45年講經都咪問看那一啲看那啲啥講啊，一啲穿了，按照你要來問，講大龍好啊問，俺那不大聽着，俺難道唔通同意？可以入嚟，就入嚟嚟問我好細尊，這個音樂俺哋姐講家主講，伊講伊叫，伊講伊叫，伊講伊叫，伊講伊個那是彈羅漢，伊彈羅漢，伊彈羅漢，到底安怎樣有彈羅漢無漢？大人講伊叫，別人伊唔叫，到底我所講是，你大人好我知，咱你聽好不大樣講，蘇巴達，買去。他插講伊人着無着，特別我教你一條路，教你一個教，伊若是有教你行對即個八正道，迄個就是正式的教。迄個正足有1個羅漢、2個羅漢、3個羅漢、4個羅漢跳出苦海的人。不知你看伊，每來一個講。啲我家事嘅教，就係話不啲心八正道有。outside 即個我家八個教無八正道，到那是無八正道，一個羅漢都無。所以咱要知，不大話唔錯，但係你人看，你人對有啲八正道嘅再來，就是你人行着路。八正道我聽過捌講，你人袂，你人聽一節喎，有一個節也頂去聽幾節，5節慢慢，唔使做只愛聽，但是聽了你去有哪洗衫，有哪聽，有哪煮飯了，有哪聽，我聽，所以今日我頭先一直講，第二我哋歷史，他那就是第2項我要講 ，3 practices 3項款咱嘅訓練。佛教甲別個教無相，別個教講汝來相信，了汝去天頂，了汝若是有baptize了，這邊有係也掃落去，還是講有穿安尼天頂。Or in other senior, but in Buddhism， 不大講，汝就這個3叫做 practices。3條路你就要對，頭一條，無一個人會跳出苦海，伊莫聽，伊無聽經，還是伊無牙佛冊來讀。特別他那這聽甲讀是冒險，因為蝦米是冒險？因為他那邪見真正濟。邪見 means wrong people， 邪攏總無着路。有時有人講佛的假事，古時2000幾年前，他那了 modern 了，我來改淡薄可以做 modern 嘅這個，但係這個佛教了，伊是叫做 truth， 實在嘅物件，實在嘅物件未改，你去安怎去改？水是hydrogen 2分 ，oxygen 1分，你若是去改，伊袂成水。所以這個物件是，你這個不離心嘛，正是實在嘅物件，實在嘅物件，你對了就發正道，你看到正無路甲無我。你人聽好看，我有講，有行路無人行，有坐緊無人坐。因為蝦米事在？伊有了 action 無迄個 do， 有了行動無人做行動。
这个物件是这里亲本是真啊亲，无亲本是会，特别无亲的你摕来想是有影，特别这想的knowledge 无用，想的 knowledge 叫做金当万呀半呀，你摕来想，伊袂互你跳出苦海的，特别你要坐船甲上班，伊上甲开的 TV 互你看，然后你看到正一个涅槃啊，无你无我，无大无小，无天无地，分类啦是正力团，当着你呢，你看到这道呢，你人的心无相变无相，唔使想，唔使跳起来想，唔使讲咧，你明明你在讲是正是一个涅槃啊！所以我讲上这一个讲了，我系 idea 你人嘅 mind 袂使。所以这个 three practices 啊，头一项啊，人爱听经，听经了要来考虑看，正了无正了，这个正了无正了，咱就要用了伽拉玛苏塔来查考看。伽拉玛苏塔是讲啊，唔通相信安尼，我看到啲册，唔通相信安尼人讲佛所说。是，我唔知啦，我是安尼，我同人话是无，แล้ว我就听呢 ，Just said the Buddha 係咪？四字查看 practice， 安尼才知。所以這個頭一個是，伊叫巴利亞基就是啥物啊？愛讀，了愛聽。了第二項是不知愛訓練，人假如了路安尼對，像我通那啲假如這裡巴山那前，